白居易喺佢嘅詩作裏邊，將樣貌醜、聲音啞嘅烏鴉形容為慈烏，可見佢哋嘅個性溫順，而且好有孝心。原來烏鴉重視親情，遺憾對逝去嘅母親劬勞未報而悲鳴。同樣係受造之物，能夠有烏鴉呢一種知恩報恩之心嘅為數不多。佢哋念親恩嘅情懷，實在叫好多人慚愧。所謂一樣米養百樣人，有啲人盡孝，有啲人則禽獸不如。但係即使有孝心，至親仍然係會離去嘅。當你思念父母嘅恩情同埋愛嘅時候，有冇同時想到嗰一位創造生命同埋將父母賜俾我哋嘅天父上帝呢？佢嘅深恩厚愛永遠冇離開我哋，佢甚至藉着佢嘅愛子耶穌嚟拯救我哋，賜我哋永生。希望你早日得着呢一份嘅大愛。